Dr. Winnie。model 圈嘅朋友會咁樣叫我，因為我有獨到嘅護膚見解。點樣令人望上去比實際年齡更年輕？答案就係肌膚細滑，毛孔細緻。我哋嘅面上有超過2萬個毛孔，如果冇咗膠原嘅支撐，佢哋就會鬆弛粗大。所以研究話，想要毛孔細緻，最緊要靠源源不絕嘅膠原蛋白。Ultimate 2全新極致純膠原蛋白毛孔緊緻力量，嶄新獨家研發3重極速緊緻毛孔科技，結合90% 高濃度深海膠原成分，86% 試用者見證毛孔顯著收細，100% 肌膚變得光滑，觸感細緻，好似有股力量撐返上嚟，3日就感受得到。我會 keep 住用全新極致純膠原蛋白再生緊緻療程 Ultimate 2。